周圍搶人㗎啦。開頭黃立軍都諗過去英國大使館㗎嘛，不過諗下都驚英國人冇吉事。英國人唔止冇吉事，英人一定唔會收容你。英人咁賤，因為點解6·4嗰陣時，我同阿謝志峰仲曾經親自打電話英國大使館話呢度一大堆揸英國 BNO、BTTC 護照嘅香港人記者想翻香港，點知冚家產大使館都仆街話。你哋咧，即使係攞英國護照，不過咧，你入咗中國境內咧，就算係中國公民嘅咧，我哋唔能夠幫你嘅。哇！當場個老美嗰日6月5號朝頭早咁加坦激塞，幾乎講完中文粗口講英文粗口，所以英國佬好冇義氣啊！呢一點真係陳佐洱冇講錯啦，英國佬班冚家產係好冇義氣嘅，反而葡國佬就唔同啦。嗰時我提供咗，同埋一啲朋友提供咗12個滯留喺北京嘅澳門學生名單俾葡國領事館。咁葡國領事館揸住個車，係俾我一個同學咧，電話遙控之下教我行入邊個胡同，左轉右轉，個澳門學生就喺呢度啦。咁啊救咗個上飛機翻澳門嘅。先講明呢位澳門同學咧，有一半係冇葡國護照嘅，只有澳門出生但就唔係中國籍嘅。葡國佬照救。但係英國佬咧，就賤到點咧？明知北京飯店係128個香港記者嘅，都唔夠嘅，要你自己揾李國人個港龍救翻嚟。即係你話係咪賤啊？你話向英國佬？所以陳佐洱咧，佢用提款機呢個比喻係錯嘅，又放香港人飛機咧，呢個比喻先啱嘅，明唔明？嗱，呢個真人真事啊，冇呃你噶，因為嗰日打電話睇住謝志峰喺北京飯店12樓打電話嘅，我冇呃你嘅，我哋喺旁邊聽嘅，咁佢唔掂啦，然後我哋去揾人咧，就叫乜中南海借車出嚟，就先將大家運到去金魚胡同嗰個咩啊王府飯店，然後再坐夜機車走噶嘛。所以嗰日最後走嗰條路線係一堆人討論之後問，哦，呢條路線最安全啦，咁然後先走。喺6月5號中午開始陸續撤退噶嘛。但係嗰鋪英國佬完全冇幫我任何喺香港揸英國護照，甚至揸英國本土護照嘅人都唔夠嘅英國佬。所以我同你講，黃立軍係正確嘅，冇呃你嘅。英國佬真係信唔過嘅啫。美國佬起碼仲有啲義氣，衰還衰啫。不過講完美國佬衰之後，喂，要講翻香港啊，翻隨大講乜嘢我唔知喎。無能邊個無能啊？咁當然係冇睇。咁當然係我哋最高領導人啦 ，CY 啦。咁其實就住 CY 最近呢，喺傳媒嘅政策咧，不論係而家嘅國民教育啦，甚至而家大東北發展呢個計劃咧，佢都將所有責任咧推俾前朝政府。咁范太就話：你 CY 你作為而家嘅最高領導人，你唔係可以就一啲你覺得唔啱嘅政策，你係可以改變噶嘛？你有咁嘅能力去做呢件事噶嘛？但係你偏偏冇做，咁係咪代表你冇能力咧？佢講得好串嘅話，危機啊，梗係有危必有機㗎啦。咁你有呢個機會，你先顯得你自己有用。